继续来关心以下冲突的消息。美国总统拜登当日才提出停火协议，有得到卡达甲埃及的支持。结果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煞是讲，若无甲哈马斯消灭，就袂停战。另外，以色列去互哈马斯掠去的人质，到今是也无法度返去处理。有几千个民众去街路抗议，现场是开个乱糟糟。哈马斯掠去的人质已经伫加沙239天啊！几若千名的以色列民众聚集伫首都特拉维夫抗议，真生气的民众甲茶甲物件放斗阵放火烧，现场是四界拢是高烟，警方赶紧来拍火。以色列军众也斗阵来要求政府接受美国总统拜登伫3月所提出的停火甲释放人质的协议。抗议的场面是真混乱，也有民众互镇暴警察带走。Many of the hostages already are no longer with us, and some of them are in their last strength. So we need to get this deal, accept this deal. I am here out of desperate concern for my country. I believe that our government is leading us to ruin. 反对以下战争的群众活动，由伫美国继续进行。美国总统拜登行出伫霍伯斯海堡时，遭到20多名支持巴勒斯坦的民众大喊口体。拜登面上是无什么表情，坐车离开。几若100名示威者伫布鲁克林博物馆头前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行动，有一寡示威者想要走入去博物馆内底，甲警方拍起来。纽约市警方伫称讲，因掠到29名抗议者，也让博物馆也因此提前1点钟来关起来。以色列的军事行动，互加沙加做一片荒废的所在。拜登公开3阶段停火协议，包含停火6礼拜、释放人质。以色列退出加沙，加重建加沙。拜登讲，这是以色列上早提出来，也得到卡达甲埃及的支持。也毋过无想到讲，纳坦雅胡确实伫初一再讲到，除非彻底消灭哈马斯，若无会同意结束以下战争。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。